上個禮拜6月4號，藝術界出現一個毫無預兆嘅震撼彈，全球超頂級畫廊之一 Pace Gallery 宣布一項66年歷史上最具顛覆性嘅架構重組，以人性化為主嘅藝術產業面對現實世界都要無情一口裁員全球50名員工，佔總員工數20%，並同時終止50名合作藝術家同基金會代理嘅合作關係，等於直接削減約30% 嘅營運業務。或者大家平時睇新聞聽到嘅呢，乜嘢大型科技要裁員8000人，乜嘢國際投行要裁員2-3千人，到今日一間畫廊只係裁員50人，相比下根本就不足掛齒。喺真實上，呢個唔係單純人數嘅問題，更唔係普通企業嘅季節性裁員活動，而係一場足以影響住藝術界權力金字塔嘅修正。藝術界一直係被大眾低估嘅產業，其中嘅原因係佢涵蓋嘅人數本嚟就唔多，受眾嘅對象目前嚟講都係非常之少，而且極度集中喺權貴同埋富豪，一般民眾相對難觸及呢個界別嘅深層。而長期以嚟，全球頂級畫廊都持續處於無休止嘅競爭住邊個嘅簽約藝術家更加具影響力，邊個持有更高價值嘅藝術作品，邊個嘅旗艦畫廊有更具藝術代表等等。一啲名牌藍籌畫廊由 New York、London 嘅西方國家一直延伸到去東京、香港、首爾，拓展幾萬尺嘅旗艦空間，擴充全球性嘅跨國員工編制，簽落數以百計嘅藝術家納入旗下。面對今日宏觀經濟，富豪家族儲備大量嘅美元現金，降低資產配置上嘅投資版比例，商業融資成本未有下降，再加上由科技同股票市場帶動嘅資產泡沫化，以傲慢同埋財富堆砌而成嘅超級畫廊帝國，同樣迎嚟結構性嘅臨界點。係 Pace Gallery 準備倒退，定係一次性嘅超前部署呢？ Pace Gallery 嘅 CEO Mark Ginter 接受 New York Times 嘅專訪，一針見血咁樣去講到今次嘅商業決策。The gallery model is broken. The current commercial art world has become too big, too cooperate, too impersonal, and Pace is doing something about it. 而佢嘅父親即係 Pace Gallery 嘅創辦人 Arnie Ginter 更加以一種解脫嘅語調去表示認為呢一種 Super Gallery 嘅模式唔可能係持續。作為研究藝術產業，Pace Gallery 嘅今次行動係一個好值得用嚟去研究嘅對象，唔係將裁員同埋終止合約視為八卦，而係真正咁去了解一間幾十億市值嘅企業點樣為未來環境變化行動部署。今集我會從 Pace Gallery 嘅帝國神話背景、裁員同背後嘅財務戰略、拍賣行同畫廊同業嘅權力重組，一路剖析到未來藝術產業嘅宏觀轉變，睇清資本退潮下邊個坐莊，邊個落注，邊個抱住現金等待機會。Pace Gallery 嘅傳奇始於1960年嘅 Boston， 由當時年僅22歲、充滿住敏銳藝術直覺、帶住野心嘅 Arnie Ginter 憑住微薄嘅資本創立。Pace 嘅名字來源係 Arnie 為咗向佢嘅父親 Pace Ginter 致敬。Arnie Ginter 唔淨係一位精明嘅商人，更具備極高嘅藝術策展天賦同埋社交手腕。要成功將藝術品由作品轉化為商品前，首先需要嘅呢係建立一種精神同權力嘅信仰象徵。1963年 ，Arnie 做出一個改變今日藝術界嘅決定，將 Gallery 從文化底蘊深厚嘅 Boston 遷往二戰後迅速崛起今日全球金融同藝術中心嘅 New York Manhattan 57街。喺 Manhattan， Arnie 得到更快咁去接觸到 New York 頂級財閥同埋 old money 嘅圈子機會，例如當時已經係名門嘅 Rockefeller 家族、金融界嘅 Manor Family 等等，建立深厚嘅私人關係。Pace Gallery 從一開始嘅定位就已經唔係為大眾服務，而係更純粹嘅精英主義，瞄準高淨值資產嘅家族。Pace Gallery 嘅崛起史由20世紀中後期，幾乎係一出濃縮美國現代藝術史記。Arnie Ginter 最著名嘅商業特技就以博物館級別嘅學術定位去包裝同代理嗰啲最具爭議亦最具劃時代意義嘅藝術家，譬如 Mark Rothko 以 Color Film Painting 成名嘅大師級人物，更加因為龐大嘅遺產問題引發藝術史上著名嘅官司 Rothko Case。Arnie Ginter 憑藉敏銳合規嘅法律觸覺，配合埋頂級收藏家嘅網絡，成功攞到 Rothko 嘅遺產獨家代理權。經過嚴格嘅一級市場流通控制，精心挑選合適嘅作品捐贈去全球頂級博物館，成功將原本被界定為令人不安嘅抽象畫包裝成為全球富豪家族基金珍
爭相膜拜嘅精神資產。另一個係 Alexander Kander， 以動態雕塑而成名嘅開發者。Pace Gallery 將 Kander 嘅巨型鋼鐵雕塑成功推銷俾美國各大跨國企業，成為佢哋總部大樓嘅藝術裝置，亦係將藝術品帶入金融商業，打開企業文化稅收減免嘅契機之一。仲有 Angus Martin 同 William Dan Cronin， 以極簡主義同抽象主義嘅靈魂人物，佢哋嘅作品係一級市場嘅定價權都係由 Pace Gallery 所掌控。隨住當代市場嘅發展， Pace Gallery 更加將觸角伸向全球。英國當代繪畫教父 David Hockney、美國新表現主義大師 Julian Stable， 以及近年拍賣市場受青睞嘅新藍籌巨頭奈良美智，中國當代藝術核心人物張曉剛，都係出自於 Pace Gallery 嘅全球旗艦網絡，由區域名家跨越身份變成全球性嘅藍籌藝術家。Pace Gallery 之所以成為今日嘅 Super Gallery， 核心在於佢哋唔係掛畫同賣畫嘅低端零售，而係喺大膽嘅策展風格，非商業性嘅商業策展。畫展唔一定係賣畫，令到你渴求但又唔俾你去得到嘅方式辦展。喺專業分析嘅眼裏邊，呢個係一場極高明而且係合法嘅饑餓行銷，亦係一種建立資產護城河嘅策略。Pace Gallery 透過呢一種唔賣畫嘅學術展，重新定義藝術家嘅歷史詮釋權。反哺可出售嘅作品係 second market 嘅估值，令到佢哋嘅價格變得更加堅實。喺 Pace Gallery 嘅歷史上，最廣泛走入 old money 圈同埋投行嘅話題係2019年嘅大資產擴張。當時由新任 CEO Arnie 嘅仔 Mark Gramsci 主導，喺 New York Chelsea 落成一棟耗資過億美元、面積75000尺嘅8層全球總部大樓。呢棟大樓由 Bonacci Osasky Architecture 所設計，內部包含多個博物館級嘅展廳、戶外雕塑露台、龐大嘅藝術圖書館，以及設計高端嘅公眾互動空間。當時造成 Wall Street 同埋藝術界都為之瘋狂，被視為象徵住藝術帝國嘅 Too Big to Fail。Pace Gallery 透過一棟大樓話俾全世界知 ，Pace 唔淨係一間畫廊，更係一個象徵住現代藝術文化嘅新主權。佢哋喺 First Market 屢創以1000萬成交嘅單品神話。2021年至2022年更加高調創立 Web3 平台，試圖將 Digital Assets 納入新業務。經過7年嘅無上榮光旗艦航行， Pace Gallery 亦都面對住一個現實嘅問題：資金鏈被鎖死。漂亮嘅帝國神話包裝住以戰略調整同埋回歸嘅初心，但喺商業同埋金融嘅視角，呢個正正係反映住一場因為資產負債過度膨脹、核心利用率萎縮以及係變現能力降低引發嘅防禦性清算。對於 Pace Gallery 嘅過去，冇人有資格可以否定佢哋建立嘅一切。不過喺過去嘅20年，市場多間 Super Gallery 嘅運作模式都係高度趨向於全公營策略，瘋狂簽下新銳 artist， 唔求精細培養，只求形成市場壟斷，增加手中籌碼，不惜公辦擴展架構層級，引入大量嘅高薪管理人員，甚至乎張開手向國際投行同埋律師樓刮角，大量增聘全球銷售顧問，推向全球開設實體空間。一種嘅模式導致嚴重嘅內耗同埋功能失調。當一間 gallery 同時手持住135個 contract artist， 資源必定最傾向投嗰 5% 嘅藍籌巨頭。其餘 95% 嘅中生代同埋新世代 artist 只會變成 gallery 財報上嘅死貨資產，而 gallery 為 contract artist 配備嘅專屬 agents、特勤人員同埋公關，喺佢哋嘅真實銷售價值上根本就冇辦法去覆蓋到呢啲嘅沉沒行政成本。喺金融嘅財務分析上，對一間企業質素嘅評價最重視嘅呢，唔係資本開支有幾大，而係實際營收變現能力有幾強。當營收增速下滑，成本冇辦法去下降，咁樣已經進入咗危險嘅信號。Pace Gallery 喺 Chelsea 嘅大樓，20年嘅長期高昂租金、天文數字嘅維護成本同埋金融利息支出，喺今日當代藝術市場整體降溫，富豪家族嘅出手變得保守，更加傾向 cash is king 嘅時代。Pace Gallery 嘅 First Market Commission 收益必定面對住環境因素影響下嘅預期落差，而 Mark Gramsci 亦都喺訪問中裏邊承認，認為當日建造大樓嘅商業決定唔係最正確嘅選擇，但事實已經係咁樣，亦都冇辦法去暫停重來，只能夠不斷咁去適應。
Pace Gallery 面對嘅情況係處於要維持行業主導權同埋繼續經營嘅兩難。若然要維持而家行業主導權，Pace將要需要融資，甚至出售股權換取資本。不過呢一種嘅做法喺今日嘅環境，只會係無底深潭嘅重燒資金。若然要繼續經營，Pace選擇縮減架構同埋規模，保住唔被清算嘅風險，終結冇辦法去實現長期經營價值嘅開支投放。用投資市場嘅術語，即係 cut loss。至於 Web3 流落嚟嘅投資損失，亦都係造成難以修復嘅資金缺口。隨住虛擬資產泡沫連環爆破，金融監管收緊，NFT 市場流動性價值歸零，對一向冇規管、完全霸權控制價格嘅 Art Market， 無疑係一個狠狠嘅打臉。曾經一度被吹捧係藝術未來嘅科技夢，演變成極其難睇嘅災難崩潰。對 Pace Gallery 嚟講，同樣消耗咗大量 First Market 嘅核心利用。面對財務壓迫，需要壯士斷臂，透過以回歸初心嘅解釋，包裝成一場高尚而文化哲學嘅回歸，亦係非常之符合藝術界嘅特性。Pace Gallery 公開退出，原本作為 Gallery 嘅4大巨頭，今日成為3缺1嘅狀況，一直維持嘅囚徒困境會唔會因此而打破呢？定係只係代表住以往嘅 Super Gallery 嘅模式會隨住 Pace Gallery 掀起新嘅序章？我認為值得去觀察未來6至9個月，全球藝術產業或者會迎嚟一波隱形嘅洗牌。呢度可能唔淨係涉及畫廊，更加可能會包括埋拍賣行，亦都可能出現裁員或者重要職位人事變動。First Market 嘅收縮對 Second Hand Market 嘅拍賣行3巨頭 Sotheby's、Christie's、Phillips 嚟講，同樣會面對一場迫在眉睫嘅商業威脅，但同時亦可能係一次資產掠奪嘅機會。對於今日嘅 Super Gallery， 唔淨係拍賣行3巨頭，仲有國際奢侈品牌 LVMH 集團，甚至乎係 Wall Street 嘅 Super I-Bank， 其實早已經虎視眈眈，想要從中分一杯羹。但係由於 First Market 長期被4大 Gallery 掌控，要插入競爭根本就係麻咗一對獵鷹。但 Pace Gallery 嘅退出，特別係被終止合約嘅 artist 嘅作品，可能會被恐慌嘅藏家從 Second Hand Market 拋售。喺缺乏 Gallery 喺拍賣上嘅 shadow bidding， 有機會引發一場當代藝術嘅市場重估。特別係對於 Trust Funding 利用藝術品融資，金融機構會對佢哋收緊額度，甚至乎出現提高融資利率嘅可能。市場突然出現大規模嘅藝術家空檔期，關鍵係最終呢一啲嘅藝術家嘅去向能夠俾4大 Gallery 簽約，固之然代表住 artist 必定有其個人之處。啱啱提到拍賣行 LVMH 集團、Wall Street 嘅 I-Bank 都對呢個行業虎視眈眈，有可能會藉此低價進行併購 artist 嘅 contract， 並且從 market 收購拋售嘅藝術作品，為下一浪藝術品牛市進行部署同埋培育。即使未來藝術產業或者會迎嚟一次嘅大浪潮，但面對今日嘅宏觀現實情況，喺經濟周期上，唔理係科技界、金融界定係藝術界，最終都會出現同一個問題：邊個去埋單？全球正處於近20年嘅高利率水平，地緣政治極度撕裂。各國都利用統計財技包裝經濟數字，而最重點嘅就係當下嘅環境。富人圈嘅資產最核心邏輯係持現金靜觀其變。即使當刻世界吹奏得更熱烈嘅人工智能、太空科技、文藝復興，炒高股價、炒高藝術品、炒高潮玩，喺周期必定迎嚟泡沫化嘅後遺症。特別係當更多人出現流動性緊絀，手持再多嘅資產都不及於流動現金更具優勢。不過呢個並唔係代表住我們對未來悲觀，而係更加應該藉住今次 Pace Gallery 嘅修正，去思考藝術產業未來嘅變化，以及係成個世界未來嘅轉變。我仍然係睇好藝術產業嘅發展機會，原因係社會嘅底層邏輯係建立於財富嘅傲慢同埋偏見。藝術市場係一個由人嚟操控嘅行業，喺純物質同埋基建生產過程嘅社會，人類要尋找出路，就只能靠往對人類有需求嘅行業。呢個係一場金融同埋文化嘅雙重比拼。真正厲害嘅 players 從來唔係喺泡沫最高嗰陣拎住有幾多資產證明，更唔係為咗要展示自己尊嚴用盡槓桿。真正能夠笑到最後嘅人，係能夠安然度過大災，冷靜思考，靜待一次恐慌下中場機會。過程你最需要做嘅呢，就係累積籌碼、累積人脈、累積知識同智慧、累積健康。我 Lockin 加油！